11节的感动时刻又来到客家料理轻松做的单元，来到了花莲吉安，要品尝的当然就是白头韭菜。农民把木屑盖在韭菜头的周围，让它的口感不呛辣又鲜甜。清炒之外，还可以炒鸭血来品尝。花莲吉安的白头韭菜跟三星葱齐名，采收之后还得要挑选、清洗，相当花功夫。为什么白头韭菜的口感特别鲜甜呢？我们就跟着客家农民黎艳红的脚步找答案。花莲好山好水，孕育出美味的韭菜，而农民细细呵护也是原因之一。因为花莲农民都会特别替韭菜铺上外衣，木屑盖到泥土上面，让它比较不会接受到阳光的照射，所以它存活率也比较长。在冬天可以保暖，它夏天的话会保湿。一把一把的木屑成本高，但是用来覆盖，能够保护韭菜的根部，增加存活率，这也成了白头韭菜美味的秘诀。这边的韭菜它比较甜，肉质它比较鲜甜，不会这么呛辣。经营民宿的黎家人也会用白头韭菜迎宾客，除了清炒韭菜之外，把韭菜拿来炒鸭血，也能够满足游客的味蕾。鸭血要先汆烫，才能够去除腥味，接着用冷水冲洗，保持鸭血弹性，就可以开始料理了。蒜头，辣椒、葱段先爆香，然后放入客家酸菜，不但增色也提味。加入鸭血之后，再用盐巴、米酒、蚝油还有胡椒进行调味。重头戏来喽，白头韭菜准备下锅。用香甜多汁的韭菜料理，无论是当主角或者是配角，都是林妈妈一家人最爱的菜色，而且绝对色香味俱全。所以是迄个特别的嫩，特别的好食。还有高清调料发现天时有火火散火水莫污染，所以咧做出来种迄个特别的好食。这是客家的经典菜色，因为以前过年过节会宰鸡鸭祭神，不想浪费鸭血，所以才会加上韭菜快炒。如果改用猪肚、鹅肠，一样也会是相当下饭的客家美味。散满一地的木屑像是坚强堡垒，让风轻柔拂过。白了头的韭菜在后山飞舞，只为客庄美食驻足，留下盘中最天然的感动时刻。